今日2026年 APEC 深圳峰會正式進入100天倒計時。呢場亞太地區嘅頂級朋友圈嘅聚會，唔單止係今年最重要嘅大國主場外交，更加似係一個超級槓桿，正喺度撬動我哋每個人嘅生活同未來。如果將 APEC 響中國嘅3次選址連起上嚟睇，你會發現一個極其清晰嘅歷史脈絡。佢精準咁踏準咗中國經濟轉換嘅關鍵節點上。響2001年 APEC 第一次嚟到上海，當時中國即將加入 WTO。我哋嘅核心驅動力係製造業加人口紅利。上海峰會向世界展示咗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嘅力量，亦都為我哋融入全球經濟做咗最好嘅熱身。嗰一次，中國向世界證明咗我可以做啲乜嘢。響13年後嘅2014年 ，APEC 轉戰北京嗰陣時，中國已經躍升為全球第2大經濟體。我哋唔再滿足於單純咁適應規則，而係開始主動參與同塑造區域合作議程。北京峰會推動亞太自貿區取得實質性進展，標誌住中國從融入者轉變為區域合作嘅建設者。嗰一次，中國向世界發問：我哋一齊可以做啲乜嘢？而響今日，接力棒已經交到咗年輕嘅深圳手中。APEC 選址深圳，絕對唔係簡單嘅城市輪換，而係因為佢正喺度回答中國跟住落嚟要走向何方。響呢度，我哋睇到咗3重深刻嘅時代變化。首先，中國製造正喺度裝上智慧大腦，依託2.6萬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，深圳將率先將人工智能轉化為大規模嘅新質生產力，無人機、機器人、智能駕駛將全面重塑生產線。其次，中國出海嘅唔單止係賣衫同賣鞋，而係輸出包含智能座艙、算法同數字金融在內嘅一整套讓城市變聰明嘅辦法。最後，中國正喺度從適應規則走向參與制定規則，響人工智能治理、數據跨境流動等前沿領域，中國喺度主動提供適合亞太經濟體嘅深圳方案。咁我哋啱啱梳理完 APEC 嘅歷史脈絡以及對深圳而言嘅重要意義，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對普通人而言呢場峰會意味住啲乜嘢。APEC 推動亞太地區平均關稅從17%降至5%，呢個意味住東南亞嘅水果、新西蘭嘅奶粉將更加平。同時，隨住數字經濟同跨境貿易嘅爆發，將催生海量嘅優質就業崗位。對於深圳而言，APEC 更係城市能級躍升嘅重要契機。免簽政策擴大，外語服務提升，離境退稅便利，呢啲改變唔會隨住會議結束而消失，而係成為呢座城市永不褪色嘅不動產。從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， APEC 見證咗中國從主動融入到主動破局嘅角色轉換。響100日之後，當亞太各經濟體代表齊聚深圳，佢哋睇到嘅唔單止係一座現代化都市嘅硬實力，更將感知一個響創新、開放、合作中持續突破嘅中國。APEC 唔係終點，而係中國邁向智能經濟時代嘅重要路標。